新闻一开始，咱来关心 APEC 领袖峰会要伫San Francisco举办，21个经济体领袖代表会去参加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今仔日会到位，不过伊住伫倒一间饭店是真神秘。风声讲上届有可能的是会住伫瑞吉酒店。咱台湾的媒体有去翕，发现饭店附近确实有加强维安，嘛有中国人阻挡咱台湾媒体采访。APEC 领袖峰会要伫美西时间17日旧金山举行，21个经济体领袖代表拢会参加。其中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安装14到位，做会场周围不少饭店以及有中国幕僚进驻。Privacy. It's not private. Yeah, it's a very private event. Please delete it now. 但是那个白色的布不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。第组会场行路4分钟的旧金山瑞吉酒店，13透早到达真影目的白色车棚，台湾媒体团阁看到驶出2台车，拢被乌色布遮掉咧，也有人来抗议中国新疆再教育营的状况。美国总统拜登也传出要到旧金山费尔蒙特酒店现场，伊用警方驻守，维安也无用勘察地形。台湾领袖代表台积电创办人丁仲谋甲夫人丁淑芬也要伫14到联合广场的威斯汀酒店，目前还未看到严密维安部署，到时阵有超过40个侨胞会伫大厅来迎接。公司新闻，美国旧金山报道。